等7月日，咱无通呢，我拜4，透早4点，去到台北，参加张经理因爸爸的这个告别典礼。告别典礼了后，因咱爸爸留伫台北，咱学校的囡仔伫所在，到尾拜，因为办一个叫做万人，这个纪念大父老前人不休息菩萨100岁诞辰纪念日。诞辰纪念日当中，伊叫做后大富时代，以前就是这个离开以前叫做前大富时代，后边这套叫做后大富时代。后大富时代，伊整个观念里面当中，伊嘛就是大富在继续领导，大富继续在领导。因为当中面若有迄个也无快，伊用一条迄个椅用迄个用做成做成迄个大埔的迄个肖像咱坐一条椅一条椅虽然讲咱迄大埔1万人，迄个椅后壁大埔当时有3个人才，拢跟随大埔的边迄3个军队人才，有大埔的肖像但迄3个军队人才，嘛是伫边安尼布置大埔的肖像，都含大埔当时在世的一模一样所以呢，因大埔进步当中转去了后，我听讲伊的天命的保管就是迄3个主管，迄3个尊称的对吧？保管。当然，因为我会讲这物件，就是讲进步当中，大埔离世界的这个历史，我来迁回了，这是一个事实。咱你讲我离这个台北市篮球场，我1万人，1万人要表演人3000几个，一组组就3000几个，但是如果今日拢做来了其实迄嘛有多少钱？因为大鸡蛋调袂出来，大鸡蛋5万人嘛迄大鸡蛋调会开国嘛，大鸡蛋大鸡蛋未来很少大鸡蛋，所以有遐济人所以因为因进当中咧是讲今日礼拜天咧庆祝大父老先生的诞辰纪念日迄拢是世界的直播，世界直播就讲，咱是毋是表演？但是世界所有的道亲，你像美国半暝1点，迄个是半暝1点，因迄道亲嘛伫遐看咱的节目，含咱道咧知道。你像泰国、日本，你像对一个国家，因就是讲一个国家就讲拢有起来，拢有实现物件，所以那边讲非常先进啦但讲迄个人有看迄个直播有40万人咧跑，安尼所以因咧强调的讲，让老前人这个黏着，就叫做后大富时代。虽然咱主角讲的就是讲，因为伊无这个马屁的，咱拢也可以做等于，但是伊他做一个那呢，做一个塑像这个作像，咱能够画像，这嘛是一个像我感觉袂顶当个像一样所以咱就感觉讲，咱嘛要等，这个方式跟咱的脸，咱的经验要等，安尼对了就参照这车派去，那个司机对吧？车派里面那个司机无从无去了看，所以呢，你能变大，能变小，来都给咱这个作为后个这款这个复习。那后边复习会当中呢，这个叫做咱前礼拜，前礼拜，咱要好好这个说。36队内底当中会相对快，但是咱